在桥总统当选前，帕维尔参加总统蔡英文电话会谈15分钟，外国媒体形容这是台湾外交的大突破。美国5月要解除疫情紧急状态，不过 WHO 表示，这2个月染病死亡的人数增加，维持全球上悬警戒。天文期间，火车表面竟然是有一只新的面。另外，明仔载有一辆5万年才会经过一届绿色火车会挖进地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新冠疫情到今已经3年外，各国的防疫措施都已经放零甲差不多啊。咱台湾未来嘛对挂嘴암、确诊隔离、降级等等一项一项来放零。上紧调整的就是室内挂嘴암的限制，这礼拜就会公布新规定。调整的方向应该会甲南韩差不多，敢若特定的场所爱强制挂嘴암。也若是美国嘛，按算伫咧5月11就会解除疫情的紧急状态。美国即阵嘛拢已经无咧强制挂嘴암，入境嘛毋免隔离，毋免体检啊，只要摕有做过2档疫苗的证明，就会使入境。不过 WHO 今日是表示讲，对去年的12月开始，逐礼拜死亡的人数拢一直咧压悬，这2个月是已经有超过17万人染到新冠病毒死亡啊，所以新冠疫情阁维持伫咧全球上悬警戒时刻。根据世卫组织 WHO 第2次召开的第14届紧急会议所做的建议，世卫秘书长谭德赛30宣布，新冠疫情目前也是大家关心的国际公卫事件，这原来是世卫最高级别的警戒，暂时无降级的空间。As we enter the 4th year of the pandemic, there is no doubt we're in a far better situation now than we were a year ago, when the Omicron wave was at its peak. Bu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December, weekly reported deaths have been rising. In the past 8 weeks, more than 170,000 people have lost their lives to COVID-19. 2020 1月30日，世卫宣布将新冠疫情列作国际关心的公卫事件，到即嘛满3年。虽然世卫捌表示，希望伫今年会当将新冠疫情警戒降级，不过2022年12月，中国解封了后，国内疫情大流行。中国官方毋但对疫情惨败，搁开国门开放民众出国观光，搁再互全球的疫情警报出现警讯。世卫紧急委员会表示，虽然疫情可能晚近要结束啊，不过也是真危险的传染病。伫会当预测的未来，新冠病毒是一种伫咱人甲动物会长久存在病原体。红十字会甲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IFRC 30发布的2022年灾难报告指出，虽然经过3年的新冠疫情，不过各国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其他疫情也是无做好准备。Most countries were unprepared for COVID-19, and today many countries are still remain unprepared for any future outbreaks. There will be no excuse for a continued lack of preparedness after having gone through 3 terrible years. 这份报告建议各国提高国内医疗预算至少占 GDP 的1%，同时嘛要提高全球的卫生经费。不过另外一方面，美国拜登政府30通知国会，一定伫今年5月11日正式结束美国因为新冠疫情所进入的公卫紧急状态、甲国家紧急状态。美国伫2020年3月13日由前总统川普宣布全美国进入这2项紧急状态，无也阁一言再言，方便为美国民众提供免费的体检、疫苗注射甲治疗。看来3月要到期啊！拜登表示，伊会延长这2项紧急状态到5月11日以后就会结束，而且会对其他国家的防疫做法产生指标意义。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周刊报道，首相菅田文雄的后生以秘书官身份陪老爸出国访问，不过算是一公务车员工引起争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3车受到全球半导体需求减少影响，去年半导体第4季的利润是比前1年大了97%。英国 Times 报道，国际货币基金预估，英国的经济是全球7大工业国当中唯一一个会经济衰退国家，比当咧战争的罗西亚更加凄惨。再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以色列总理约纳坦雅胡会面。
前一阵以色列攻击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枪手攻击犹太教堂的事件，和情势愈来愈紧张。布林肯是呼吁双方爱准则、爱认真。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要去访问菲律宾，超开放军事基地代志，希望让美军伫咧菲律宾驻军对抗中国的军事威胁。因为罗西亚对乌克兰的轰炸是愈来愈强，欧美是继续提供乌克兰军事援助，有侪国家是送战车过去，美国嘛有送过。不过，美国总统拜登是表示，未提供乌克兰 F-16战机，看起来就是会提供乌克兰防守的武器，未提供进攻的，可能就是要预防战争扩大。也若是荷兰跟法国是讲，无收到乌克兰要讨战机的需求。另外，挪威甲美国合作发明的防空系统，对乌克兰防无人机佮飞弹有真大帮助。西方各国陆续宣布扩大军援，乌克兰主力战车，美国也要提供31台 M1 埃布兰战车，加上德国製的82、英國的挑戰者2型戰車，烏克蘭將有數百台主力戰車。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繼續尋求戰機援助，不過美國總統拜登30表示，戰機無佇談判桌頂。烏克蘭戰爭爆發未滿1週年，有報道指出，拜登考慮伫2月24訪問波蘭，不過伊回應時間也無確定。烏克蘭繼續尋求軍援，澤倫斯基呼籲美國及時做出強國有力的決定。法國甲荷蘭攏表示無收到烏克蘭有關戰機的請求，不過荷蘭總理再次表示，目前無可能提供。Helemaal eens, er is helemaal geen sprake nu van leveranties van F-16's aan Oekraïne. Er is helemaal geen sprake van. Geen verzoeken, geen taboes. Maar het zou echt wel een hele grote volgende stap zijn als het ooit zover komt. Dus dat is nu echt niet aan de orde. Par définition, rien n'est exclu que nous apprécions toujours les choses au vu de 3 critères. Le premier, c'est que ce soit demandé, utile, compte tenu des délais de formation de livraison pour l'armée ukrainienne. 法國總統馬克龍指出，雙方國防部長會喺巴黎會面對烏克蘭提出的需求，法國攏會直接考慮。不過也警告，安尼可能會讓衝突升懸。另外，這套由美國雷神公司甲挪威合作研發的國家先進防空系統，去年底陸續移交烏軍，大大提升烏克蘭防防。國家先進防空系統是美國部署在華盛頓特區4個位用來保衛首都空襲，是烏克蘭得到的第一種先進中遠程防空飛彈系統，會當防禦無人機、飛彈甲飛行機的攻擊。公視新聞鄭偉တင်編譯。國際唔但對經濟方面制裁羅西亞，喺咧體育方面嘛有咧抵制。親像去年世界杯卡球賽都結束的澳洲棒球公開賽，攏無看到羅西亞也是伊的盟友白羅斯參加。不過運動員訓練14人，因為國家的立場去防限制，對因來講嘛無一定有公平。所以國際奧委會是按算予羅西亞甲白羅斯的運動員，無代表國家、無代表組織，用中立的身份來參加2024的巴黎奧運。這是引起烏克蘭的強烈反彈，像講國際奧委會是咧助戰戰爭，放掉就要抵制巴黎奧運。2024年，法國就要舉辦巴黎奧運，相關的場館當地的建設甲布置。不過，這一屆奧運，北面會有較高的政治色彩，因為國際奧委會 IOC 表示，因考慮予羅西亞甲白羅斯的選手以中立運動員的身份來參加。烏克蘭這邊雖提出強烈的反彈，常常講要抵制巴黎奧運。As we prepare for the Paris Olympics, we must be sure that Russia will not be able to use it or any other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 to promote aggression or its state chauvinism.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表示，戰爭並無中立的講法。總統府顧問波多利亞克普文批評國際奧委會是指使戰爭、謀殺甲破壞力量。至於奧委會替羅西亞提供一個平台，讓因通好宣揚種族滅絕，而且鼓勵因繼續殺人。
也若罗西亚这边受到这款的批评，嘛无咧输人起来甲呛。I would like to underline once again that any attempts to squeeze Moscow out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are doomed to fail. 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会拖到巴黎奥运，这嘛互主办国法国是真为难。I think it's an important moment for athletes and that they shouldn't be deprived from taking part in competitions. But, like many in the sports world, I think athletes should not compete under the Russian or Belarusian flags. 国际奥委会8日表示，乌克兰强烈的言论已经构成诽谤，无法度成做建设性讨论的基础。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苏格兰最近是发生一件下性别的争议事件，有一个因为性侵害2个女性去互判刑的嫌犯，伊伫咧犯案的时阵是查甫身，不过伫咧受审的时阵，伊说是讲伊改变家己的性别认同，认为讲家己是女性。苏格兰当局因为伊这款讲法，决定要甲伊送去女子监狱。不过，因为伊还未接受变性的手术，有一些民众就认为讲，甲一个犯过性侵罪，也佫有查甫器官的罪犯，关伫咧女性的监狱，等于就是一个无定时的炸弹。苏格兰当局受到言论的压力，改变伊这个决定，而且佫宣布讲，以后下性别者只要若是有性犯罪前科，也是无接受变性手术，就袂当送去女子监狱。一个惊出门媒体就一直翕，这个穿粉红色外套的跨性别女性布莱森，最近是媒体的焦点，原因就是伊犯2件性侵罪，所互人送去全女子监狱关押，引起社会强烈不满。Personally explain to the women there who are sharing their prison with a double rapist. 反对者不满是因为31岁布莱森犯案时阵也是男性，受审期间才改变性别认同，不过也未完成变性手术，甲关伫女子监狱等于是带一粒无定时炸弹，而且类似的状况嘛发生伫另外一个跨性别性侵犯斯考特，伊捌性侵10岁查某囡仔，即摆嘛要求刷去女子监狱服刑。伫舆论的压力，苏格兰政府宣布顺应民意。But given the understandable public and parliamentary concern in this case, I can confirm to Parliament that this prisoner will not be incarcerated at Cornton Vale Women's Prison. 布莱森尾仔刷去男子监狱，司法部也伫29发表声明，未来只要性侵也甲对妇女暴力犯罪的跨性别女性，袂搁送去女子监狱。这件案件搁引起英国社会对跨性别者的关心。根据统计，苏格兰跨性别罪犯较无20人，无特别悬。不过监狱并无收容跨性别性侵犯的经验。伫苏格兰改变收容规则了后，英国政府也按算改革收容跨性别犯人的方式，连做犯罪者有男性生殖器官，也是跨性别女罪犯有性侵罪，除了少数例外情形，拢被关伫女子监狱。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天文机关接过来，今日带大家来看3项特殊的天文景观。咱看边这张图，火车顶悬竟然是有一只鱼对镜头微微咧笑。这是 NASA 最近伫咧火车表面发现的石头坑。这2个孔看起来都亲像是鱼的目睭，下骹这个石头嘛，造成伊的鼻仔较脆，实在是真巧合。另外，2月初1日就是明仔载，是有一粒青色的火车挖进地球。这粒火车是500年才会经过一届。上尾这粒蓝色的加利亚船色水看起来是真水，天文专家就认为讲，这甲 SpaceX 公司发射卫星有关系。咱这回来看。夏威夷毛纳基亚山天文台千里镜18翕到一个蓝色光粒阵射中心点，以顺时针的方向快速转射，射几落年了后渐渐暗去，中心的光点嘛消失。伊一般时间所翕的看到是一个光点快速移动，随后出现清楚的光粒阵，射几年了后就消失。规个过程差不多15分。天文专家研判，甲特斯拉总裁马斯克所创立 SpaceX 所发射卫星有关，因为亲像这种短射的光粒阵，去年6月嘛捌伫纽西兰出现。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18为佛州卡纳维尔角发射升空了无偌久，毛纳基亚山天文台就翕到光粒阵。SpaceX.com 太空网站整理天文专家的讲法，光粒阵出现的原因是火箭延刃喷出的气体压力比大气较悬，日头照到这气体就会出现光粒阵。一粒叫做 ZTF 的绿色扫帚星伫要飞过天顶，伊定2月初1上挖进地球，差不多离4250万公里。ZTF 顶一届
飞过地球是5万年前，会当看到伊是一支一花难得的经历。RTF 是2022年由美国加州巴洛马天文台发现的，伊的尾束光成分有碳基分子，互日头照着了后变做绿色的，这也就是绿色扫帚星号名的原因。21世纪的火星探测陆续传出重大成果，最近新发现，互人感觉真深刻。这篇翕火星高解析影像的亚利桑那大学25分享一张火星相片，看那亲像太极上的面，隐形的面是地层壁框形成的，差不多2000公尺宽。目睭的部分有2个大孔，翕的片甲喙是壁框的地层构造。有网友啦话讲，若做个加圆啊，佫较先翕的款。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感谢您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